有点烂，他们不是，哎，他们不是，他们咋？他们属于压着带的人，没可能，是不是？是挺贵的，挺贵的，这个得。哎，你是在这里待习惯了？
当的。俺估计。如果是如果不犯错的话，那是被人掰的。对那个经者不好吧，因为但没有，但是对对，但